阮社区的老人拢坐伫顶下骹嘛，拢无所事事啊。是，哎呀，想一寡爱想空想空，对对对一寡出头安尼，对嘿。啊，后来就想讲爱用这互因讲，啊，毋因讲了，佫真有趣味啊。哦，最资深的就是阮这个90岁。90岁，伊自阮开始办食堂来较近。你爱来食无？有爱来无？早爱来，是哦，为什么？来运动讲过。哦，就是当做运动就对。啊，若伫厝的，那无爱伫厝的。我家己人伫厝里尔。哦，独居啦。在遮有伴。啊，你安怎来的哈？逐工安怎来？阮拢北甲维生在阮来。阮社区会去甲因载，阮社区拢会甲因载。阿嬷那个爱个摕乖啊，嘛是来是无？伊若去门诊去台中，伊仔遐嘛拢爱来。一手叶管啊，一手指头头。哦，就感动的我呢。早时哦，拢去体力工地啊，烧香，啊，咱甲运动，安尼四界行。安尼哦，我都行咧。哇！啊，若是讲我有一日无说伊食到90岁，我希望我会搁亲像阿嬷安尼。对啊。